换来看家人的家人中元节，因为这个疫情停办2年，今年嘛恢复来举办。当头戏就是放水灯。今年国姓宗亲会水灯头由姓黄的宗亲会来带头，讲这个水灯头烧愈旺盛，表示今年的运道就愈好。现场阁来放这个高空的烟火，有真侪乡亲到场斗热闹。壮丽烟火夹过天顶龙照福光，2年无举办的家人中元节总算伫11号暗时开场，不过精彩的搁伫后壁。当头戏放水灯，今年是姓黄的宗亲会水灯手带头，几下的水灯手放撒到海面，民众的喝休声，互场面真热热。民间相信水灯手飘起愈远，会当得到愈侪保庇。水灯手的火嘛，当作运势象征。那愈旺表示二姓团体运势会愈好。家人市长林佑章嘛来参加。海象也非常的好，风平浪静，所以应该是水灯可以把它放得很远，也代表着今年的运势会非常的好。除了祈求气温各温兴乌，嘛希望赶紧渡过疫情。一年一摆的家人中元节，规个海岸线拢是人，海洋广场和市区的道路嘛出现真侪人，民众做伙感受现代化的传统民俗活动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